各位大家好，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爸爸單車尋找生命的角色》爸爸力量靜心 Stephen 同太太都係社工夫婦，將靜觀帶入教養女兒嘅方式之中，與太太着有陪孩子學靜心、從心做起嘅教養方式一書。Stephen 同太太都係社工，女兒出世之後，佢哋二人亦都轉為自由工作者，希望把時間盡量用嚟陪伴女兒。喺好多嘅家長眼中，照顧小朋友就係為小朋友安排周到同埋計劃一切。然而 Stephen 卻有不一樣嘅想法。Stephen 大女今年5歲，細女2歲半，兩名女兒嘅性格截然不同。佢形容大女性格比較內向，需要多一啲時間先能夠調整心情適應環境，而細女則活潑好動，鍾意探索事物。雖然兩個女一個內向一個外向，但 Stephen 認為佢哋能夠取得平衡。大女靜中帶動，鍾意攀石，而細女亦動中帶靜，能夠投入靜觀嘅活動。兩個女出世後，佢同太太冇刻意分工，佢哋唔想一個嚴厲一個寬鬆，而係希望兩個都投入管教，兩個都要陪伴女兒玩耍。可是因為女兒都係餵哺母乳，對媽媽嘅情感需要比較深，跌痛撞瘀第一時間就會揾媽咪，於是父母之間就自然有咗唔同嘅角色。媽媽係情感上嘅親密者，而爸爸就係陪伴女兒嘗試新事物嘅探險家。對於父母嘅角色 ，Stephen 有一套嘅想法。我唔似傳統嘅爸爸，覺得個女一定要聽我講嘢。我覺得爸爸嘅身份係女兒生命中只係一個過客，唔能夠每一件事都要控制，或者將自己嘅期望套喺佢哋身上。我嘅角色係希望能夠啟發佢哋認識呢個世界，發掘佢有趣同埋枯燥乏味嘅一面，然後讓佢哋選擇自己嘅路。爸爸嘅角色只係希望令佢哋欣賞呢個世界多一啲。於是 Stephen 希望陪伴女兒多遊歷、多感受，信任孩子能夠用自己嘅眼耳心心去理解呢個世界。Stephen 都有一直接觸靜觀，讓自己喺忙碌嘅生活中能夠有一啲 me time，即係個人時間，揾返自己內心嘅平靜。靜觀就係指一個人集中注意力喺當下一刻，有意識地去察覺當下嘅狀態。大女出世之後，因為個女嘅睡眠質素唔好，讓父母都身心疲累。於是 Stephen 既想靜觀能夠幫助自己，能唔能夠幫助個女呢？於是佢就去修讀正規靜觀認知治療嘅課程。期間佢嘅心情都更趨穩定。佢讓女兒同佢一齊進行靜觀練習，讓靜觀嘅過程化作聲音導航，自此感覺到佢嘅睡眠質素同埋情緒更加穩定。既然靜觀可以幫助自己女兒，Stephen 更加想將呢套方法分享俾其他家長同埋小朋友，於是佢就開始進行社區推廣，開辦親子靜觀工作坊。Stephen 就因為組織共學教室與一啲家長都有聯繫，佢將靜觀活動帶入共學教室嘅課堂。共學教室係一個家長組織，互相為大家準備教材，為小朋友設計學前教育嘅課程，一齊定期學習。喺疫情之前，佢哋每個星期會舉行2次共學課，課堂開始前會與小朋友進行靜觀練習，讓佢哋準備身心。靜觀能夠幫助小朋友喺情緒同專注力，佢能夠知道自己呢一刻接受啲乜嘢嘅信息，通過五感有當下嘅覺察。當佢哋知道出現某種情緒，用靜心方法會更加容易過渡情緒。例如，當爸爸媽媽行開咗，我哋去處理一啲小朋友嘅不安，會讓小朋友專注喺呼吸遊戲，佢哋更加能夠慢慢處理不安嘅情緒。小朋友常常好活潑，甚至冇時停。Stephen 經常被問到：小朋友真係能夠靜觀嗎？但係 Stephen 嘅經驗中，靜不下嘅往往都係大人。一個人能夠專注喺當時當刻，專注喺當下嘅狀態已經係靜觀。其實一個人由出世到一路成長，最能夠喺當下嘅就係小朋友。佢對過去冇乜擔心，對未來唔會有太多憂慮。只係 here and now， 想玩就玩，想做呢件事就做呢件事。佢哋其實最能夠活在當下。
有時 Stephen 喺活動中睇見有啲爸爸媽媽因為想訓練小朋友嘅專注力同埋覺察力而帶佢哋嚟學習靜觀，但自己就不能啦，唔能夠停止玩手機，又會同其他父母傾偈，正正就成咗反面教材，靜唔到落嚟。有時候家長先係一心多用嘅人，而小朋友做事情往往更加專注。有一次，有一個小朋友回家時，爸爸喺度打機，一邊打機一邊問個女上堂點啊？個女卻提醒父親要專心一啲。又有一次，有一位學習靜觀嘅媽媽分享，有一次喺屋企同個工人姐姐發生衝突，2歲嘅仔睇見媽咪咁嬲，喺客廳揾到一個靜觀練習時用嚟聽到嘅缽敲咗一聲，讓媽媽頓時喺內心叮嘅一聲，好驚訝兒子冇因為鬧交呢個經驗，卻聯想到能夠用靜觀嘅方法提醒媽咪要注意自己嘅情緒。其實靜觀並唔係話與生活抽離嘅事情。Stephen 講，佢將靜觀內化喺日常生活之中，變成與女兒相處嘅方式，唔係每一日喺特定某時某刻去做，而係盡量將呢件事融入生活。細女習慣早起，我會抱著佢聽晨早嘅聲音，用手指指雀仔，佢未必能夠我喺度講乜，但佢都可以感覺到呢件事。又例如同大女等巴士，如果巴士好耐都未到，我就會同個女做呼吸練習，聽下街上嘅聲音，唔需要揀一個特定時間嚟進行靜觀，而係好自然地將生活中去做。雖然當孩子有情緒時，靜觀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幫助孩子梳理情緒，但靜觀都唔係話可以解決所有事情嘅靈丹妙藥。Stephen 會尊重小朋友嘅意願先進行靜觀。個女大部分嘅時間都願意玩靜觀遊戲，但有時個女扭計或者發脾氣，係因為有啲需要未被滿足。呢啲情況，家長就需要認真了解同埋處理咗小朋友嘅需要。靜觀活動除咗為女兒帶嚟情緒上嘅穩定，亦都帶嚟咗其他意外嘅收穫。Stephen 講，大女原本性格比較內斂，但因為知道父母喺社區帶領共學活動，有時會睇見佢自動自覺擔當一個大姐姐嘅角色，幫忙處理問題，能夠睇見佢有領導才能同埋關心別人嘅一面，都係 Stephen 辦活動前冇諗過㗎。Stephen 都好鍾意同個女返到大自然，佢同個女行街時會鼓勵女兒挑戰辛苦嘅山路，佢希望透過呢啲點滴嘅相處，告訴女兒世界上係有困難同埋挑戰，但完成挑戰時就會有滿足同埋成就感，並成為咗內心豐滿嘅泉源。呢啲就係 Stephen 希望可以對個女嘅栽培。Stephen 講，希望個女未來揾到自己需要，能夠發揮自己。佢唔寄望女兒有啲咩成就或者職業，只係希望子女能夠活得內心豐盛。全文完，各位晚安。